泡菜，苗栗的名产。讲到苗栗，咱就会想到泡菜鸭。泡菜的客话号做泡菜，是用挂菜先生做咸菜，再搁泡干做咸菜干，线尾才制作成泡菜。苗栗县是挂菜有名的出产地，咱过年拢爱食的长年菜，就是青的挂菜。俗语讲，挂菜无白毋成长，囡仔无教毋成人，是讲囡仔着爱教事。熬咸菜甲做咸菜干，拢是规丛好好，无白开。若是要用咸菜干来做泡菜，因为要入去甕仔也是罐仔，着爱煎甲正十煎，袂使有浪芳，若无有可能会生菇。食的咸菜干着爱用挂封互伊捌，佮倒头壳，袂使即有空气走入去。经过几个月的发酵，所产生的一寡气体，因为罐仔颠倒壳走袂出来，外口的杂物仔嘛走袂入去，安尼就袂生菇。泡菜的名听讲，就是因为罐仔倒泡的缘故。为着要有好名声，借伊的谐音号名做福菜。毋知是讲加食加福气，也是在讲会食就是福啦。泡菜是愈久愈芳，会当放2年遐久，用来煮鸡肉、鸭肉，也是三层肉汤，好食佮有芳气，实在有够赞啦！作者陈宪国。